上珍珠。哇！仲有見到一隻小蚌精喎。咦？小蚌精喺肚裏面突然間跳出一隻小龜仙，小龜仙咧亦都係拎住一顆好閃亮嘅珍珠㗎。唔該晒你，小蚌。好啦，而家請幾位小朋友將手上嘅珍珠交俾我哋5位嘅嘉賓。好，見到幾位嘉賓而家手上都有一顆好閃亮、好靚嘅珍珠，不如我哋一齊數3聲，之後請主禮嘉賓將你哋手上嘅珍珠揭開。好啦，準備好未呢？預備，1、2、3。正好代表住業界同政府攜手合作，齊心努力，將粵劇嘅藝術發揚光大、發光發亮。多謝晒5位嘅主禮嘉賓，請留步。我哋有請粵劇日開幕儀式統籌新劍郎先生上。